我而家俾3秒鐘時間你即刻停低手頭上做緊嘅所有嘢，由你個手袋或者褲袋入面將你每日帶出街嗰個銀包攞出嚟，打開佢睇下，你認真望下你個銀包入面究竟裝咗啲咩？係咪塞滿晒啲超市買餸嘅收據、發黃嘅過期水電費單、幾張3唔識7嘅卡片，甚至乎係嗰啲用完都唔記得揼嘅優惠券，而真正嘅銀紙就得嗰幾張，仲要積到甩皮甩骨，調轉晒方向，亂咁塞落去。如果你個銀包真係咁嘅樣，我今日毫不客氣咁話，你知你呢個根本唔叫銀包，你呢個叫做隨身垃圾桶。好多人日日喺度怨天尤人，話自己明明好勤力返工做生意好搏命，但係點解啲錢就係永遠留唔住，每個月都左手入右手出？你連財神爺賜俾你嘅移動財富都打理得咁污糟邋遢，財氣一入到去就被啲垃圾逼走晒，你話你點會發達？今日我企喺度唔係特地鬧你，而係真心想幫你理順荷包氣場，理順往後嘅財運。我會同你拆穿9成9人都會中嘅銀包漏財大忌，只要你肯聽我講，即刻清走銀包裏邊嘅漏財衰嘢，再跟住我教嘅方法，放一樣蘇派流傳落嚟嘅招財小物件咁樣落去，你個銀包好快就由漏水嘅爛桶慢慢變做聚財嘅聚寶盤。下半年偏財運有機會節節上升，想財運穩足10年真係唔係難事。準備好同自己個財富大整理嘅朋友，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出清空霉運財神入袋8個大字，同自己講聲要好好迎接財運。我哋馬上開始同你個銀包做一次徹徹底底嘅風水大執整。首先，我哋要講下銀包入面絕對唔可以留嘅3大漏財大忌。第一樣亦都係最多人中嘅毛病，就係將各種單據、收據、信用卡、數單全部塞晒落銀包。好多老人家同師奶都覺得單據要留住用嚟對數，塞喺銀包最方便。喺風水玄學上，呢個係好嚴重嘅漏財禁忌。你知唔知收據同賬單代表咩？佢哋代表已經使出去嘅錢，代表過去嘅消耗，甚至代表負債。銀包係你嘅隨身財富，係用嚟聚財生財嘅地方。你將一堆代表欠債、代表使咗錢嘅廢紙同真金白銀擺埋一齊，喺風水嚟講，呢個就叫財氣被劫啊！你個銀包日日夜夜散發住出糧交數、錢財流失嘅晦氣，財神爺見到都會兜路走。我以前有個客係個好顧家嘅家庭主婦，佢老公做工程生意，本來順風順水。但有一年突然生意大跌，周轉不靈，佢上嚟揾我睇相，我叫佢攞個銀包出嚟睇下，一打開好家伙，裏面足足塞咗成份串厚嘅超市單、買餸單，連半年前嘅單都仲喺度。我即刻同佢講，你將老公辛苦賺翻嚟嘅錢全部變成咗一疊疊散財符帶喺身，你老公生意點會好？我叫佢即刻將啲單全部丟晒，以後銀包只可以裝錢同證件。單據要另外揾個細袋裝，或者返屋企即刻記低就處理掉。結果唔夠3個月，佢老公個工程公司就接到2個大項目，資金鏈馬上就鬆翻晒。所以聽日一早，你即刻清空銀包入面所有嘅單據，一張都唔好留，令你嘅財富恢復清淨。講到呢度，可能有人會問大師啊，咁除咗呢啲買餸單、水電費單嗰啲過期嘅彩票刮刮樂，仲有以前去旅行嘅車票戲飛，可唔可以放啊？我話你聽，一律唔得。你諗下，彩票刮刮樂代表住想中唔到嘅慾望同晦氣，你中咗嘅早就對咗獎啦。留喺度嘅全部係唔中獎嘅廢票，等於將一堆冇財運嘅印記塞喺財富入面，日日夜夜俾你灌輸負面氣場。你話你偏財運點會好？仲有啲後生仔女中意將戲飛、餐廳、小票甚至奶茶積分卡全部塞入銀包當紀念。我明白你哋想留住開心回憶，但回憶歸回憶，財富歸財富。呢啲小票全部都係已經使咗出去嘅錢嘅證明，每一張都帶住消耗嘅氣場，堆得越多，你財富入面嘅漏財缺口就越大。好多人話自己唔知點解每個月都唔見錢，其實就係呢啲零零碎碎嘅消耗氣場，慢慢將你嘅財氣漏走晒。我前2年仲有個做保險銷售嘅後生仔，客人20零歲搏命到死，朝9晚12，但業績永遠排包尾，佣金少得可憐。佢揾我睇運程八字，明明帶財，唔應該係咁嘅樣。我叫佢攞銀包出嚟，一打開，哇一聲，入面除咗銀紙，仲有幾10張報銷單、客戶名片、過期嘅商場優惠券，
2、3張刮過唔中獎嘅刮樂，仲有幾張同前女友嘅合照。我同佢講：你呢個銀包唔係財富，係雜物房加垃圾站，財神爺想入都冇企位。我叫佢返去即刻清空所有雜物，只留身份證、銀行卡同現金名片，另外用卡片盒裝。單據每日返屋企就整理好，唔好留喺身。佢半信半疑照做，結果唔到2個月，佢接到咗入行以嚟最大嘅一張單佣金，夠佢交首期。後尾佢專登上嚟謝我，話以前總覺得係自己運氣差，原來大半運氣都俾個邋遢銀包拖垮咗。所以你唔好睇少一張半張廢紙，積少成多，負能量聚埋一齊就足以壓住你成個人嘅財運。第2大破財大忌，講出嚟可能好多人都唔信，就係喺銀包入面放屋企人或者先人嘅相片。好多人覺得放張全家福或者放個新父母嘅相喺銀包係代表溫馨，代表紀念。我明白你哋嘅孝心同愛意，但係風水歸風水，感情歸感情，兩樣嘢絕對唔可以混為一談。銀包係極度純粹嘅求財氣場，五行屬金同水，而相片帶住強烈嘅個人磁場，先人嘅相自帶沉靜嘅陰柔氣場。你將佢放入財庫，會直接塞住你啲財氣，令你求財唔順，甚至會無端端身體唔舒服破財。咁放生人嘅相又點呢？例如放伴侶或者仔女嘅相，一樣唔得。銀包充滿住金錢嘅煞氣，你將仔女嘅相放喺入面，金錢嘅煞氣會日日衝擊住仔女嘅本命磁場，輕則搞到仔女讀書唔專心、脾氣暴躁，重則影響佢哋嘅健康同運程。錫屋企人將相片放喺手機屏幕或者放喺屋企嘅書台雙架度，絕對唔好放喺銀包。銀包嘅作用只有一個，就係裝錢同埋生錢，唔好搞亂佢本身嘅氣場。我見過好多孝順仔女將過身父母嘅相壓喺銀包最入面，話要時刻記住父母嘅恩情孝心值得讚，但做法真係大錯特錯。先人磁場偏陰柔，銀包屬陽，陰陽相沖。首先受影響嘅就係你嘅身體健康同財運，輕則經常攰冇精神做嘢，處處碰壁；重則無端端破財，身體出毛病，尤其係脾胃同腎水方面問題特別多。仲有啲爸爸媽媽將細路仔嘅相放喺銀包，話返工攰嘅時候睇下就有動力，錫仔女嘅心情我好明白。但你知唔知銀包入面每日都有大量金錢嘅氣場流動，仲有唔同人接觸過嘅銀紙帶住嘅雜氣。呢啲氣日日衝擊住細路嘅相片，等於間接衝擊細路嘅本命磁場。細路仔本身氣場就弱，邊經得起咁樣衝？好多家長話自己個仔女最近脾氣特別差，讀書唔專心，成日病。你不妨睇下自己個銀包入面係咪放咗佢哋嘅相。之前有個客個仔讀小學，成日唔舒服，成績又退步，睇醫生又話冇事。揾我睇嘅時候，我一眼就睇到佢銀包突突地。叫佢打開睇，入面放咗張仔女嘅學生相，仲有張全家福。我叫佢即刻攞出嚟放返屋企書台嘅相架嗰度，唔好再帶喺身。結果半個月度，佢話個仔精神咗好多，返學都專心咗，連老師都話佢進步大。你睇就係咁一個小動作影響就咁大。仲有啲後生情侶中意放另一半嘅相喺銀包，話係甜蜜象徵。我話你知10對放嘅，有8對最後都係嘈大鑊分手。點解？因為感情磁場同求財磁場根本就唔同路，逼埋一齊，只會互相干擾。你想感情好就用心去相處，唔好將感情嘅負擔放落財富嗰度，最後錢又留唔住，人又留唔住，兩頭唔到岸。第3大破財大忌就係來歷唔明嘅護身符同開光卡。好多香港人中意去旅行，去泰國拜4面佛，求張卡；去日本神社請個御守。返到香港去黃大仙又求張平安符，然後為咗貪方便，全部一股腦塞入銀包暗格。你以為越多神佛保佑就越好？其實唔同法門嘅氣場撞埋一齊，反而亂晒大陣。唔同宗教、唔同法門嘅氣場會互相衝撞。你將東南西北嘅符咒全部塞入一個細細嘅銀包入面嘅氣場會亂晒籠。財神爺最講求氣場乾淨清爽，見到你個銀包立立亂，根本入都入唔到去。如果你真係想放護身符，最多只能夠放一張，揀一張最正統同你八字最夾嘅招財符或者平安符，而且要平平整整放喺夾層，千萬唔好同啲散銀污糟嘢溝埋一齊。好多人去旅行，見到寺廟神社就入去求符，求完就塞銀包，覺得越多越平安。其實呢個係最大嘅誤區。
唔同法門、唔同宗教嘅符咒，氣場頻率根本唔同，就好似你同時開10幾部收音機，每個台都講嘢，最後你乜都聽唔到，仲會嘈到你心煩意亂。仲有啲人街邊廟會派嘅平安符、大廈派嘅太歲卡，甚至雜誌送嘅佛偈卡，全部都塞落銀包暗格，話有備無患。我話你聽，來歷不明嘅符咒，你根本唔知佢係邊個畫，有冇開光，帶唔帶負面氣場，亂咁放喺身上，分分鐘唔招財，仲招禍。之前有個師奶去泰國旅行，求咗個4面佛牌，又去日本買咗個御守，返嚟黃大仙又求咗張平安符，全部塞銀包。之後半年屋企冇一樣順，老公失業，個仔跌雙腳，自己又成日失眠。揾我睇嘅時候，我叫佢將啲符全部攞出嚟，揀一張自己最信最正統嘅放喺屋企神台，其餘嘅用紅紙包好送去寺廟化咗佢。做完冇幾耐，屋企就慢慢順返晒，老公都揾到新工，所以記住護身符唔在多在精。你真係想帶就揀一張正統道觀或者寺廟求嘅，同你八字最夾嘅，平平整整放喺銀包最入面嘅夾層，唔好同散銀單據埋一齊。而且每年年底都可以更換或者重新開光，唔好一張符帶10年，符氣會慢慢散咗，反而冇效用。除咗呢3樣公認嘅漏財大忌，仲有3個好多人日日做完全唔覺意嘅小細節，殺傷力一樣唔細。今日我一併講晒俾你聽，等你一次過清走所有衰氣。第一樣就係放爛錢、殘鈔缺角嘅銀紙。好多人收到爛錢缺角錢，覺得反正都使得出，就隨便塞喺銀包度。我話你聽，銀紙就係財神嘅化身，爛咗缺角咗就等於財神受傷。咁你將受傷嘅財神放喺財庫入面，財運又點會完好無缺？尤其係啲穿咗洞、沾咗污漬、洗唔掉嘅銀紙，更加唔可以留收到爛錢。第一時間去銀行換新嘅，唔好慳嗰少少時間，呢個係對金錢最基本嘅尊重。第二樣就係塞滿無用嘅銀行卡、廢卡、過期會員積分卡，好多人銀包入面10幾張卡，其中一半都係唔用嘅廢卡、過期嘅健身卡、超市積分卡。呢啲卡本身冇錢，代表空殼同滯氣，塞滿個銀包就等於你嘅財庫入面大部分都係空嘅，實在留唔住。你而家即刻數下你銀包入面有幾多卡，超過5張嘅，除咗身份證常用嘅1、2張銀行卡、交通卡，其餘全部攞出嚟放屋企。財富要留俾真正嘅錢，唔好俾空卡佔晒位。第3樣就係放食物殘渣、紙巾、藥仔呢啲雜物。我見過有人銀包入面放香口膠、薄荷糖，甚至放半張紙巾、幾粒感冒藥。銀包係隨身財富，要保持乾淨。你將食嘅用嘅雜物塞晒入去，等於污糟咗財富嘅氣場。財神爺最憎污糟邋遢，見到都唔肯入嚟。紙巾就用紙巾袋，裝藥就放藥盒，千祈唔好塞落銀包。清走晒呢啲漏財衰嘢同隱藏細節，你個銀包終於可以唞翻口氣。不過想打造一個好嘅隨身財富，淨係入面乾淨仲未夠，銀包本身嘅款同顏色先至決定咗你財富有幾大，守財能力有幾強。好多人為咗貪方便，中意用細細個嘅摺疊銀包或者銀紙夾，覺得擺入褲袋方便。你試下諗下，銀紙代表咩？銀紙就係財神爺嘅化身。你用摺疊銀包，就等於日日將財神爺對摺，彎腰屈膝咁困喺一個狹窄嘅空間入面。財神爺住得咁委屈，點會願意保佑你發大財？你睇下身邊真正有米嘅大老闆富豪，幾乎都係用長銀包。點解？因為長銀包可以令每一張銀紙都平平整整、舒舒服服攤直放喺入面。喺風水上，呢個代表財氣順暢、財源廣進、有氣派。你對金錢展現出足夠嘅尊重，金錢自然會對你投懷送抱。所以想下半年財運有起色，第一件事就係換個高質素嘅長銀包，當係俾自己財運嘅一個小投資。講到長銀包，可能有人會話：大師啊，長銀包咁大，擺唔入褲袋好唔方便㗎。我話你聽，你係要方便定係要財運好？真正想聚財嘅人，從來唔會嫌財富大。你睇下李嘉誠、李兆基呢啲大富豪，邊個唔係用長銀包？佢哋咁有錢都唔嫌麻煩，你仲嫌3嫌4？當然長銀包都唔係亂買就得。有幾個細節一定要注意。首先，尺寸一定要啱，要可以完整放得落一張1000元大鈔，唔需要摺疊。
呢個係最基本嘅要求。如果銀包太短，銀紙仲要折先放得入，咁同用短銀包有咩分別？等於財神爺仲要彎住腰住一樣唔舒服。其次，材質首選真皮，最好係頭層牛皮。皮嘅五行屬土，土能生金，真皮自帶天然氣場，聚財效果比人造皮好好多。人造皮膠嘅銀包氣場虛浮，守唔住大財，就算短期賺到錢，好快都會流走。如果預算有限，買平啲嘅真皮都好過買貴嘅人造皮。再者，銀包嘅封口首選拉鏈款，其次係磁扣，最忌冇扣開口嘅。拉鏈拉實就等於財門緊閉，錢財漏唔出嚟，磁扣都仲可以，起碼有個閉合嘅力。如果係開口嘅銀包，等於財門大開，錢財入去又出嚟，永遠存唔到錢。仲有啲銀包做鏤空設計、透明窗設計，呢啲都唔好要。鏤空等於財富穿洞，透明等於財氣外露，都係漏財嘅格局。仲有銀包嘅形狀一定要方正，唔好買奇形怪狀嘅，比如動物造型、心形、圓形嘅方形屬土，穩陣最適合做財富。奇形怪狀嘅銀包，磁場混亂，財運都跟住亂七八糟。你唔好為咗貪得意買個靚唔實用嘅，最後拖垮自己財運，得不償失。講到換銀包，顏色揀得啱唔啱，對財運影響好大。顏色五行直接影響你個銀包係吸財定係破財。首先講兩個普遍嘅大忌顏色。第一大忌係大紅色，紅色五行屬火，火燒財門。你用紅色銀包代表你啲錢會好似火燒咁，有幾多使幾多，永遠存唔到落嚟，容易衝動消費同破大財。除非你專門請師傅批個八字，命裏極度缺火，否則一般人都唔建議用大紅色銀包。第二大忌係淺藍色或者水藍色。藍色屬水，水向低流，用淺藍色銀包代表你嘅財富會好似流水咁，無聲無息流走，留唔住。除咗紅色同淺藍色呢兩個大忌，仲有幾隻顏色都唔建議普通人用。我同你哋講清楚，免得買錯。第一隻係純白色，白色五行屬金，本身係財色，但氣場太散，守財能力偏弱。用白色銀包嘅人通常賺得多，使得多，左手入右手出。好難存到積蓄，除非你係做藝術創意行業，需要散財換名氣，否則唔好揀。第二隻係鮮綠色，綠色五行屬木，木克土，會克住財富嘅土氣，導致財運不穩，錢來錢去留唔住。尤其做生意嘅朋友，盡量唔好揀鮮綠色，容易出現資金周轉收數唔順嘅情況。第三隻係深紫色，紫色屬火，本身帶貴氣，利偏滿財，名氣財，適合做娛樂網紅、投資投機嘅朋友。但普通人用容易財來財去，大起大落，心臟唔好嘅就唔好試啦。咁邊啲顏色先係公認嘅聚財色？首選就係純黑色，黑色五行屬水，係深邃嘅淨水，代表深厚嘅財富同穩陣嘅守財能力。黑色銀包可以幫你穩穩陣陣守住個財富，最適合做生意或者想積聚大筆財富嘅朋友。第二個極佳嘅顏色係深啡色或者咖啡色。啡色五行屬土，土能生金，而且厚德載物。啡色銀包有一種孕育財富穩健增長嘅磁場，非常適合有長線投資習慣或者想事業穩步上揚嘅朋友。如果你想偏財運旺啲，可以選擇帶有少少暗金色或者金屬扣點綴嘅黑色長銀包，金水相生，橫財就手。具體點揀？我教你最簡單嘅方法。如果你係打工一族，想穩穩定定儲錢，首選深啡色土生金，穩步上揚。如果你係做生意做老闆，需要守大財接大項目，首選純黑色深水聚財，穩如泰山。如果你想偏財運旺，經常投資買股票摸麻將，可以揀黑色帶金色金屬扣嘅金水相生，橫財就手。如果你係做文化教育設計行業，可以揀深啡色配銀色扣，土金相生，名利雙收。記住顏色一定要純色，唔好花里胡哨好多圖案，圖案越多雜氣越多，聚財效果越差。仲有一個好多人唔知嘅講究，就係銀包嘅使用期限。一個銀包無論買嘅時候幾貴，聚財嘅效用一般最多維持3年，3年之後銀包吸納財氣嘅氣場就會慢慢減弱，唔復當年嘅效用。更加唔好講嗰啲已經用殘咗邊角甩皮，甚至拉鏈壞咗嘅銀包。銀包甩皮代表財富穿底，拉鏈壞咗代表財門大開，錢財易流失。如果你個銀包已經用到又殘又舊，聽日即刻去買個新嘅舊銀包，千萬唔好隨便丟落垃圾桶，你要將佢清空，用一張紅紙或者紅布包住，心入面默默講句多謝你呢幾年嘅陪伴，然後先至丟。
咁樣先唔會將你自己嘅財氣一齊丟走。好多人一個銀包用5、6年，用到甩皮甩骨都唔捨得換。話有感情銀包同日常用品一樣有使用期限，風水角度嚟講，一般3年就差唔多要換耐咗，佢聚財嘅氣場就會散變成普通嘅皮袋，唔單止幫唔到聚財，仲可能積累咗唔少雜氣。咩情況之下建議即刻換？我同你數下。第一，邊角甩皮磨損嚴重，尤其係銀包底部磨損，代表財富穿底，錢有入有出，留唔住。第二，拉鏈壞咗扣唔實，代表財門關唔實，漏財漏得厲害。第三，銀包變形發臭，有頑固污漬，洗都洗唔掉，代表氣場已經衰敗，衰氣纏身。第四，呢個銀包跟住你經歷過重大破財、失業、被騙等唔順心嘅事，建議換掉，因為佢帶住強烈嘅負面記憶，容易一直拖累你嘅運氣。換落嚟嘅舊銀包，千祈唔好隨便丟落垃圾桶。更加唔好隨便送俾人。送舊銀包等於送自己嘅財富，將自己嘅財運送俾人，好唔划算㗎。正確嘅處理方法係將入面所有嘢清空，用一張乾淨嘅紅紙或者紅布包好，放喺屋企儲物櫃嘅最底層，當係舊財富留底，寓意舊財不去，新財不來。如果真係想丟，就要先喺心入面默念多謝陪伴財氣留身，然後先用紅紙包好，先至可以丟，咁先唔會將自己嘅財氣一齊丟走。好啦，清晒雜物，換咗合適嘅長銀包，你個隨身財富就打好咗穩陣嘅根基。但點樣先可以令佢聚財力更強？慢慢將周邊嘅財運都吸引過你。今日我就毫無保留教你整一個蘇派流傳落嚟嘅招財小陣法，叫做天地人聚財嗰陣，將呢個小陣法放喺銀包入面。下半年偏財運有機會越嚟越好。大家一定要豎起耳仔，記低每一個步驟。第一步，你要去銀行換一張全新一張都未曾折過，